嚟到木棉人家，好多旅客都會問周邊有咩靚嘢食，都話南番順係粵菜嘅班底。咁呢一期呢，楊老師去推薦幾間評價好高嘅粵菜茶餐廳俾大家，記得點讚收藏。第一間沙龍酒家，有31年老字號，傳統粵菜，歐式宮廷風，環境一流啦，有啲似香港半島酒店。木棉過去大概15分鐘嘅車程，佢哋嘅招牌菜有藥膳雞、芥末螺絲蝦，仲有魚生海鮮，仲有佢哋嘅煎粽，每次都必點嘅啦，入口即化，每一口都是老廣的味道。最重要佢收費係人均100蚊。第二間街村大飯店，有27年嘅老字號嘅啦，香港嘅蔡瀾先生都極力推薦番禺地道農家菜，想食雞嘅朋友一定冇錯過。木棉過去大概5分鐘嘅車程，佢哋嘅招牌菜有水蒸雞，仲有紫蘇煎焗魚頭，最重要係人均大概80蚊左右。第三間富豪山中酒家，有26年老字號，評為國家5鑽級嘅酒家，中式嘅裝修風格，招牌菜有羊肚菌、黑豆腐，仲有港式燒臘。木棉過去大概5分鐘車程，人均大概100蚊左右咋。第四間東源廣州味航溪長廊 K11店，廣州西關建築風格。木棉過去大概5分鐘嘅車程咋。招牌菜有雅瑤荔枝木燒鵝，仲有港式茶點，人均大概80蚊左右。食完飯之後咧，仲可以行下 K11，順便可以去隔離睇下長隆嘅馬戲團。點讚關注楊老師，下一期推薦木棉更多好玩嘅地方。